嘿，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今日我哋要介紹一位真正令人敬佩嘅健身界女神 Alessandra Peralta。佢一直堅持健康同自律嘅生活方式，吸引咗越嚟越多粉絲，亦都喺社交媒體上嶄露頭角。而家佢住喺多明尼加共和國，將自己對健身同時尚嘅熱愛結合埋一齊，仲開咗自己嘅服裝店。除咗係老闆之外，佢亦親自做品牌模特兒，以佢雲清修長嘅身形展示每一件設計。佢完美嘅曲線同標誌性嘅臀部線條特別吸引眼球，呢一切都係靠持續嘅訓練同極低嘅體脂比例所打造出嚟，令佢嘅身形更加突出。如果有跟住佢 Instagram 嘅朋友，應該都會見到佢一步步嘅變化。睇返佢之前同依家嘅相對比，可以明顯見到佢增肌效果好顯著，特別係大腿同臀部，仲有佢越嚟越纖細嘅腰圍。咁完美嘅體態全靠佢堅持不懈，每次訓練都全力以赴，無論係喺健身室定戶外鍛煉，都一樣專注。你覺得呢位健身女神點樣？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俾個讚，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仲未訂閱，就快啲訂閱我哋頻道，唔好錯過更多精彩內容啦！